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府推出着振兴3倍券，要来刺激消费。各行各业嘛推出着加码优待，要来抢3倍券的大饼。经济部长沈明滇拍片来塞3倍券，小介着无找钱的套餐。 只要用振兴券订我们的千岁宴，就可以10人同行，22道菜，1000会当变3000，还可以当变出满桌的好料。台北市有名夜市推出3倍券升级方案，满夜加码送，而且可以当抽机车。但是3倍券明夜200起跳无找零，够好用。 这次有配合3倍券的优惠，推出它的超值特餐，绝对超过200元的代价。针对3倍券推出优惠，就是要证明讲小额消费嘛真好用。唔那是夜市啊抢一块大饼，连经济部长沈英丁嘛来推销台湾配，消费3000后，台湾配再加码300，不要让他们的3倍券被人家用145零收，安尼会了钱。 影片当中会当看到沈英丁变成是 Q 班的宣传大赛，做拄啊好的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嘛变成是国内旅游补助方案的 Q 班的娃娃，看出来现阶段振兴拼经济已经变成是各部会重要的任务。